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8月1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1篇，列王记上卷第1章到第7章的第1到第12节，使徒行传的第7章9到1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建立。建立我们可以用几个角度来思考，比如说建筑、建设或是设立所罗门王追求上帝的智慧来管理上帝的人民，他要建立一个国度这个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我们昨天有分享过。但是在建筑上面，他先为了自己还有埃及法老的女儿呢盖了王宫，并建造上帝的殿宇。可惜的是，好像在先后次序上面，他没有把上帝的殿宇建筑先完成。这样的建造建立，这样的基础，这样的次序，似乎是有一点问题。未能将上帝摆在第一位，很可能就这样影响了他的后代的心思作为，也影响了接续的这些王他们的态度，还有他们的信仰的生命。就基督徒的信仰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都是上帝在建立，无论是我们所遇到的环境是一个顺境或是一个逆境的当中，都是出于上帝的安排与保守和带领。另外一个角度则是基督徒的生命计划、工作，一切都是为了要为上帝而建立的，要把上帝摆在首位，而不是将上帝摆在首位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会出差错。就如同大卫他恋慕拔示巴一样，他就犯了奸淫，他冒犯上帝，他敬拜偶像，他的偶像当然就是所谓的女色，以及杀人。他设计将这个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将军呢差派到前线让他去送死，还有其他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关系还有位置上面，这样我们才能够将上帝摆在首位，使我们的生命得以这个朝向或是站立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今天的使徒行传，司提反他的见证里面，他提到了约瑟。约瑟小时候他很会做梦，这样的做梦不是只有说上帝给他一个能力启示他不但能够做梦，而且将来也变成一个能够解梦的人，成为上帝的代言人的这样的角色。但是比较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约瑟对自己的恩赐，或是说在上帝的计划之下，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恩典。即便我们看到他在年幼的时候，他被他的哥哥因为嫉妒而出卖了，卖到埃及之后又受到陷害的苦楚，那有机会帮人家解梦，却受人遗忘。然而当他有机会成为一国之宰相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或是抓住机会来报仇，他反倒是告诉他的哥哥，他说：我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约瑟，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而自忧自虑自责，这原是上帝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到这里，是为了要保全性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有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也没有收成。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到这里，我要使你们在地上留下余种，大大的施行拯救，
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派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上帝。他立我做法老之父，做他全家之主，也做全埃及的首相。这是在创世纪45章第4节到第8节的经文。约瑟告诉哥哥们，他的苦难生命是上帝要建立一个保守以色列全家的管道，而约瑟他自己就是这个上帝建立拯救管道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更进一步的说，就连他的哥哥们所做的，还有陷害他的主人的太太，后来在这个已经忘记他的那个酒政，后来当然就在法老王面前想到他了哈。这所有的事情对约瑟来说，都是上帝在建立救恩的一环。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7章第9节到16节，我们看到一个寻道者司提反他的见证，他提到了这样的重点：族长们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但是上帝与他同在，这个是重点哦。第10节说，救他脱离一切的灾难。当他站在埃及王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赐给他风度和智慧。埃及王立他为国家的首相和王室的总管。人虽然因为嫉妒而出卖自己的兄弟，但是上帝却有他完美的计划，得以让人在遇见苦难的时候呢，能够看见他的计划，建立救恩，让人得救。我们在台湾从5月以后，面对日益艰困的疫情，教会的实体礼拜受到严格的限制，网络礼拜所牵涉到的网络软体的运用呢，也俨然成为这个许多教会牧者、教会同工、较弱小教会的困境。听到许多同工提到能够恢复实体礼拜，都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那我们是否透过这样的一个困境来思想，上帝要让我们重新思想什么是教会，什么是信仰，用怎么样的信仰态度来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我们参与在所谓的网络礼拜的里面，要经历这样的困境，上帝要我们建立什么样的教会？或许我们很会用 LINE， 但是我们却不太认为参与网络礼拜，或许我们很会用看这个 YouTube， 但是我们却把参与网络礼拜看成看电影啊，在选择，甚至比较开玩笑的态度，还会加上爆米花，还喝个可乐，这样的态度是这样子吗？透过这一段期间网络礼拜的操作，上帝要我们建立什么样的教会形态？未来教会的发展到底是怎样？真的是值得我们认真的去思想、反省以及实践的。